这场由匈牙利艺术家汤明许在骁龙儿童美术馆所策划的特展，就是以健身房为主题，当中所有的运动健身器材都是用钢筋的线条所打造，全部14件艺术创作也都是可以互动体验，而且详细看作品当中还大量运用方块汉字，让大小朋友在一面运动，一面也可以看见梦想、希望的字样，甚至在平衡练习感也融入台南400的在地风格，相当特别。暑假期间就吸引幼儿园来户外教学，大家玩得不亦乐乎。平衡板最好玩，为什么？因为它会摇来摇去。会不会很难？不会。对，你玩的哪个最好玩？对，独木桥。这是最好玩。那个跷跷板。为什么？因为可以摇来摇去，然后又走路。很开心今天带小朋友来这边做一个艺术健身房的体验。那这里的运动器材跟小朋友平常用的实在不太一样，让小朋友也玩得非常的开心。那我觉得这个艺术跟体育做结合是一个非常棒的那一种创作的那个思维。那在上面也附合了很多台湾的一些的文字啊，然后就是让这些运动可以在生活当中可以去运用这样子。那今天小朋友也玩得非常的开心，对，那体验到他们与以往不一样的那一种运动的那个模式，像那个举重他们就非常的喜欢，对，还有以及他们的足球的部分。确实，运动和艺术往往被认为南辕北辙，不过在艺术家手中却变成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用艺术健身房一起练出文化力为号召。特别在全球迎接奥运之际，运动闯关最后还有颁奖台，趣味的呼应也让观众耳目一新。展览也颇受好评，将延到9月29号。由我们艺术家汤明许先生，他是奥地利籍的艺术家，他要把那个文化跟艺术跟运动结合在一起，让民众很平常的我们来接触这些文化跟运动，然后是一个日常的，我们就是让大家都更健康，然后跟艺术结合，就这样。记者郭文吉和乔邦台南报道。